今日買咗一條鯽魚，本來諗住清蒸，後來又見到新鮮嘅菠蘿，咁不如搞下新意思，用菠蘿嚟到煮鯽魚啊！將菠蘿批皮、去釘、切件，然後用啲鹽水浸泡一下。鯽魚洗乾淨之後抹乾水，先煎香一啲薑片同埋蒜頭，然後出鍋備用。跟住放入鯽魚，煎香一面。今次呢條鯽魚好多魚春，我將佢加埋入去，煎大約分量2分鐘左右。喺鑊邊蘸少少燒酒，再將頭先嘅薑蒜回鑊，然後撞入一啲熱水，再將啲菠蘿加埋入去。我未加其他調味，先冚上個鑊蓋煮咗佢幾分鐘，煮到條魚差唔多熟啦，先至根據菠蘿嘅酸甜度加入一啲糖，再加多少少豉油，再煮多一陣間之後，先將條魚上碟，剩翻啲魚春、菠蘿同埋湯汁喺個鑊裏面。如果顏色唔夠，可以加多少少老抽。開大火收乾個湯汁，再加多一紮蔥，就可以將佢淋喺魚上面啦。估唔到用菠蘿嚟到煮鯽魚，味道酸酸甜甜都幾好味㗎，你哋會唔會試下呢？